亚台中12大所在的大喷即马要挡风台，是伫咧地喷的顶悬看布、地柴、地石头，这就引起民众批评。至于讲安尼做非洲伫这防疫措施敢有好势，会阁看挂，就阁较用。木棚砍掉咧，顶面放石头甲沙包，风台特别来啊！台中市进前爆发非洲地震，10个喷掩埋场进行加固。毋过伫网络互民众批评伤过凊彩，质疑无法度挡风雨，若喷流出来会造成另外一种污染。可能是不够吧？如果台风来，应该是会被掀掉的状况，然后会水进来，然后再泛滥出来。会有一些卫生的问题。网络看的还蛮担心的，就是用磅礴看的呀。我们担心说是不是没有够扎实啊？凊彩看的啊，两个沙包甲坑的呀。雾峰掩埋场大喷的所在，顶悬砍一块无透水布，用柴裤甲石头地咧，周围有电飞池，宽团认为，若喷因为薄荷溢出来，抑有野生动物接触的生物传播病毒风险。台中市府应该按用更加严格方式处理。其实那附近还是实际都有野生动物存在啊，尤其是野猪，虽然他们有覆盖，可是一样因为面临到台风的问题，所以一样有这样风险存在。所以他们其实照理来讲，应该要有更严格的处理方式，用那个 U 型钉做那个固定然后上面再加石块或者是沙包、水泥的那个柱子去压。厨余在底下，上面已经覆土都50公分以上。台中市环保局表示，甲工作业已经照环境部环管署函实处理，喷笼砍头超过50公分，顶面砍无透水布，要向到油型顶固定，要监视器监看，及时反映喷掩埋场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